Ghana周了两把，对那小了两把呢，路卡姐节早西人啦，夜拉带呢莫大把呢，被卡瓦姐就绿色沿袭的，上那用线没得瓦当，这样那用先看菜月高色，夜拉带呢偏侧上路节的些把得啦，把通个参加的节目大西噻。给那年春的这什么弄吧，确实怕伊拉用节目打几个绿色的也觉得少。给那俺去唱的呢，把通个节目打动了，要不得几大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那这一次啊，充分展示高原文化的艺术魅力，巴塘的民间艺术家们专门收集、整理、编排了8个原汁原味的民间文艺节目。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展示的歌卦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那说到歌卦呢，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，歌卦就是用歌曲来占卦。高原的人总喜欢在亲朋欢聚或在茶余饭后，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，将那些内心的喜怒哀乐或者爱慕之情等不易表达的东西，通过弦子曲调来进行委婉的表达。久而久之呢，就形成了一种民间的文化节目。那可以说，歌卦呢是一种集说唱、游戏于一体的趣味娱乐活动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想观众朋友们也等不及了，我们还是一睹为快吧，一块来欣赏一段巴塘的歌卦，请欣赏。真切帕米卡达，哈下公民送给，那么帕帕就地送给年修。而且们的他们的事情呢，帕马了这个情况的地，帕马了香山前面几个人的。呀，那前面的水个人呀，还水个人。呀，那老总给你来的。那老总可等了马上了，可能帕马了这个前面的，帕马了香山前面个长个什么？这个我们的什么事？那节嘛了，我的他妈个米不打了，哎呀，不是这个打了，可难了的哦。那扎西的来是我的去了穷去抓完的。呀，那穷可花呀，穷可花。哎呀，穷去楼下可花。哎呀，穷去抓花。马狗呀。呀，那咱妈个赶着计划。哎呀，俺我的可能我当不得那些可能什么要不那个台的。那我那马他了去干就么下就么打电话，
呀，那年我也没去过，都按摩去找你，好不去哪嘛找？啊，嘛，呀，今天的呀，那谁这走去，这最后呀？呀，呀，当然，穷人俺俩这比阿龙家长没多少之后的。呀，那这个，那太好。穷人俺俩的就阿龙给啥的没多，俺就那把的着的穷的这凶。穷人俺俩的就阿龙给啥没多。他这喇叭这里穷人来的这呀，现在的他们自己那开口不定了，穷人叫啥来的？你妈来的真的给介绍呀，那这现在的谁个的呀？谁个的？哎，呀，那都黑给你来的，那黑口不定了呀，你的来的真是穷人干的呀？有嘛肉？穷人。哎，肉这是有嘛？呀，有是。呀，有哎，去要嘛有了。有的，但是看搞么那个。俺干嘛呢？我这节目都去。我到今天，那我到这个那看个的比划完了，那比说那我那看个的还打叉子给烧打完了。呀，那呀，你要没去过头，那自己做，全自己做去呀，这个自己做。你要做对啊，你要做，你要做，看个的马边那ramah这头里是的，看个的比哈哈，这那我的ramah这招是太坏了。拉巴勒拉的张的日子够拉的绿的，做我小秋的谁把马不知道的节路。ramah热了张的，日子痛了旅行，做个想秋三把马不吹到这了呀，到那去你的老的这里穷人来的真的去。啊，马不吹到这儿是，肯定你掐紧心的在哪里？呀，那都谁个呀？哎，你看看，呀，那还你老的这是穷的真的都可以的来的。那还来吹到这儿是咋看的？你啥了？呀，那可以搞不来了，我的亲戚啊！这买，你那个是别的，肯定你那个下课就敲就完了都。那肯定那掐起的有话过。呀，那人我们多么那么给干嘛特他那是太那吃劲。那太好。干嘛特他那干啥干了下手，干啥干了下手。你到哪位干嘛哪位干嘛，你别拉下手了。那干嘛特他那干啥干了下手。你到哪位干嘛？可不定的话，那还可不定了干嘛的干的呀？啊，有没有？没得。有了。长毛的有什么的？呀，你快这个的。这干嘛呢？要到这的庇护。要到这的。呀，那我用到这的看着庇护的。庇护。呀，那穷人我你头上太晚了。是呀。穷人我你头上，我的中间呀喽。西当就么把多来的嘛多，手机刚给没事了。人么了。总给呀喽，西当就么把多来的嘛多，手机刚给没事了。呀，我在打我地址了。呀，谁给他地址了？我地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艺术无处不在，高原更是艺术之乡。在刚才精彩的歌挂表演中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。掌声再一次送给他们好吗？
ဒီမှာတော့ပါရှစ်ဖို့အေယုံဆောင်နေဆလာဆေမတာယောဆေမင်းမဲတူရှာတီလောချုံစမ်ဘာရှေဆောင်လောချုံစမ်ဘာရှေနေဂါဝေလွရှိလုံးရရှမ်ဒါဘာဂျီရှိမဲတူရှိပါလားဆဲရူရှာ乐两个呢，别介老把着急更加了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青年歌手更嘎为大家献上一段弦子歌曲《幸福花》。帕宗波。那个亚木来了，这不亚木头就来。
毛来节，切记大大日些嘛呢，抗比不更年头的。那呢，你懂今年里现在的做的工作，把为荣这西边出来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，这里是2012新春主题晚会弦舞八堂的演播现场。八通跟这对呢，一早节用来出马的，该用第二年些罗拉生气别弄的，米拉水民机社会开发些，靠八通的来呢，把公务些弄马的，该用大大牙子鸟用颜色下完的呢。搞的水民机老机弄别马桶跟这丢当，把些年米个热尿的，俺这个八零的嘞，马桶给一早就做啊什么些用的，也用你懂了，大俺们弄的，也靠人家不赢，马桶呢，一就拍一些边才你的弄完的，马桶呢，米动短准备，蒙车一早就爬上系统，乐动干的养出系的去吧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上世纪30年代。有一个名叫孙明金的著名学者来到西康地区进行考察，他在巴塘拍摄了很多照片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巴塘的历史瞬间。大屏幕上的这些影像呢，就是我们通过巴塘县志查找到的孙明金当年为我们留下的照片。我们可以透过照片，能够感受到巴塘弦子当年的风采。也感受到了高原文化的艺术魅力。如今我们一提起弦子，就会想到巴塘。2000年5月，国家文化部将巴塘县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弦子之乡。巴塘跟门闹一动娘的面，蹦动寒灯中。得用西路机动国家直接热一路，巴塘跟蒙车出把考起。马桶呢，帮助着亚萨北京的来吧的，搞得加卡经过这毛泽东是来中央来书记不错啦，亚城弄完的。可以说，巴塘人痴情于弦子，守望着弦子，传扬着弦子。1964年，巴塘的民间艺术表演者拉着弦壶上北京，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的亲切接见。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，邀请到了当年上北京表演的2位表演者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葛让泽仁和泽仁有真2位老师，好吗？有请，有请。掌声有请。这是的嘞。这是的嘞，都是这是的嘞。